国道1号路南的南口路段，顶礼拜六有一个71岁老阿公对交流道出口西正向去里，这沿路有撞到3台车。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改上班，上悬会罚3万6，而且吊扣牌照6个月。另外，国道警察也发现讲，有真侪驾驶呢，把这轿车的辅助驾驶当作是自动驾驶伫咧使用，安尼生做是真危险。但是咱国内目前是无法律通好监管。 伫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，这白色的轿车伫车阵内面一路都含人驶无共平，搁沿路启动3台车。路边的过路人看到惊险，因为实在是有够危险。代志是发生伫顶礼拜6、15的暗时8点外，一个71岁姓李的查甫人，疑似对路况是真气愤。我说你对南口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去伫高速公路，含人驶无共平，驶1公里外，互大家拢惊到要死。现场车流量较大，无人受伤。 各车驾驶人、酒车子均为零。除了民众不当的驾驶习惯，最近几年国道的施工，也是事故处理车拢一直传出风浪。过去2年，相关的事故都增加5成，其中辅助驾驶车的比例嘛，逐年在起。真侪驾驶甚至把这当作是自动驾驶在用，但即马无法通管。比较相信自己，如果用的话，只是打开，但是本身还是会。 持续盯着路况，没那么智能，像没办法辨识什么三角锥或什么工作车也没办法辨识，就有落差。它忽略掉它是一个辅助系统，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动辅助系统。比如说我们打瞌睡，或者是说突然的一个转向的时候没有注意呢，那它车辆可以帮我们立即的介入的一个主动安全的措施，而不是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功能。 国道警察讲，使用辅助系统造成的意外有要9成拢是对后壁弄过来。根据统计，最近3年已经造成86个人的死伤。造成事故的车，装有辅助驾驶系统的比例嘛，当年一直起来，今年增加到6成4，已经变作国道的杀手。交通部1个月内提出对策，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法规研修，先从相关的法规命令来进行一些处理。 另外，6月30上路的道交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，在高速公路违规回车8句，也是逆向驶车这行为，相当罚2万4，即马改做3万6，嘛会扣牌6个月，加重危险驾驶的罚则。记者综合报。